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1年3月15号。今日这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到第3节，17到22节。出埃及记15章22节到27节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13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苦难中的活过。拄着苦难就是讲困难的时阵，到底要活过啥物人？其实咱会当来观察一个人，当伊若拄着问题的时阵，伊第一个会去找啥物对象？基本上，迄个对象就是伊较会通信靠、信赖。通常用经验来做根据吼，就是讲过去伊感觉倒一个人会当互伊帮衬，伊就安尼来选择。但嘛是有可能因为家己所面对的困境是家己所选择有问题，所以离开正道，伊原来所通信靠的对象，伊当变成做毋敢去甲伊讲的对象，所以即种关系就愈来愈疏远。真有可能咱较信赖的即个咱目睭所看会到的，因此咱袂记伫迄个背后真正的主权者上帝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验的中间，因过红海即个事件，摩西也有做诗来学了上帝。摩西在做米利暗，也带一群妇女拍鼓啦、跳舞啦、唱歌学了啦，来迎光上帝啦吼。牧师大概若读着即段的圣经的时阵，我足爱讲米利暗是圣经中间所记载第一个即个妇女会会长啦吼。嘛是即个第一位的敬拜俄勒的团长啦吼，领导者。咱看起今日经文所记载，伊的俄勒，伊讲着爱俄勒上帝，因为得到阳光的胜利，伊将战马甲即个军兵拢带伫咧海内底淹伫咧海内底。但是真可惜，点解就是因也搁咧学习要安怎来倚靠上帝。所以后一步，当因拄着即个苦水的时阵，因就马上来埋怨上帝的奴仆，来埋怨上帝。咱想看觅当然伫沙漠旷野无水通啉，是会滴到死神啦但是咱去想象者，比起红海的即个大水，倒一个会死是较济呢？会较严重呢？当然是红海嘛倒一个云顶较大呢？当然是经历红海的即个新热云顶较大嘛。但是经历过红海的云顶，却无够互遮以色列人来明白因所倚靠的对象就是上帝。看起来是无够啦因为因拄着最苦的时阵，伊就马上来埋怨摩西，马上来埋怨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是看会到的领导者，并且相当有可能已经有人认为讲摩西足厉害因伫遐430天无人会当安怎就摩西带因平安度过红海危机，伫目睭看会到的啦所以整个伫出埃及的过程中间，以色列人的信心起起落落，因有时感恩，有时埋怨所以因搁伫学习啦，搁咧经历的中间，整个犹太民族基本上拢认为摩西是因的民族的领导者，是英雄啦是英雄，唯一的律法的代表嘛。还讲有王者之尊的领导人，
但是因袂记是伫摩西的背后，迄个真正的拯救是对耶和华上帝来的救恩。上帝才是因为伊的瓦克，这整个犹太教传统袂记者所忽略的。摩西的伟大是因为伊是上帝的奴仆。好，咱亲像无偌久之前牧师的分享的中间，咱咧讲着基督徒爱诚做会通发光的月娘，来反射上帝的日光。咱袂为大体，也是讲夺走上帝的荣光，乃是颠倒爱领导这军队里的人来亲近上帝，掠着迄个位的救恩甲瓦克。瓦克上帝就会当互玛拉迄个苦水变做拿俄米变做甜的。无输咧引用罗德记啦吼。伫出来记25章26节的经文咧讲，如果恁若服从我，做我认为正的时阵的代志，遵守我的命令，我就免处罚迄个埃及人的病来处罚恁。我是伊伫恁的上帝。这个恩典，这个救恩。是上帝正着耶稣基督所赏赐落来的救恩，伊正做大祭司，嘛正做咱甲上帝中间的中保，互咱通得救。耶稣基督，这是咱伫苦难中间唯一的瓦克，摩西毋是啦吼。所以这是咱需要明白，毋通只像以色列人，也是讲这个犹太教。是用来误解上帝的计划，还是讲摩西的地位？伊本来书安尼讲，摩西是上帝嘅最忠心的奴仆，为着上帝伫将来所要讲的话来做证。但是基督用伊的囝的身份，忠心来治理上帝的家。如果咱坚持所仰望的信念甲勇气，咱就是上帝一家人。要进入上帝的家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到落尾共款，佫是咱的思考的时间啦吼。伫咱的生活中，咱有啥物代志是无法度来搬过困难？啥物是你甲我的玛拉？到底咱要瓦靠的对象是啥？倒一个会当互咱的玛拉变正做拿俄米？咱说要瓦靠摩西吗？还是遐有名的真诶讲道，专门咧举行这个医治祈祷会的牧师呢？还是咱的主耶稣基督？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3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到第3节，17到22节，出埃及记15章22到27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第1到第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困难中的依靠。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到底要去依靠哪一个对象？其实我们可以去观察周边的一个人，如果他碰到一个困难，他会第一个去找的那个对象，基本上就是他比较能够信赖的。那从经验上面来看的话，他们就是会看看过去谁可以给他帮助他有这样的经验，那就在下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会找这样的对象。但是也有像这样的一个情形，就是说他所面对的困境是因为自己的错误选择产生了问题，离开了正道。那原本他可以信赖的对象，变成他畏惧去接触、不敢去谈的对象。那这样子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。
更可能因为我们比较信靠眼睛所看到的。现在人很喜欢讲科学啦、证据啦，但是我们通常忘了，科学不是上帝，证据也不是上帝，背后真正的主权者是上帝啊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验，他们过了红海这样的事件呢，摩西曾经在出埃及记的15章里面有写这个赞美诗。后来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也在15章的背后面这一段，带领了一群妇女打着鼓，一边跳舞，唱和着赞美歌颂上帝。牧师很喜欢说这一段的经文，当我每次读到的时候，我说米利暗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位妇女会的会长，她也是第一位圣经有文字记载的敬拜赞美的领导者。当赞美的上帝说要歌颂上帝，因为他赢得了光荣的胜利，他把战马和骑兵都投进了海里。可是很可惜的，在这一段期间，其实以色列还在学习如何依靠那因为是学习嘛，所以下一步他们又失败了。他们为了遇见那个苦的水，他们开始埋怨上帝的仆人摩西，也埋怨上帝。但是想一想在沙漠旷野当中没有水喝，当然是会致命的，难怪他们会这么紧张嘛可是再想一下，比起那个红海的这个大水，哪一个更为致命、更为严重呢？哪一个的恩典更大呢？经历过红海之恩典的人，他们这样的恩典不足以让以色列人来明白，他们所依靠的是来自上帝吗？看起来是不够的了当他们遇到苦水的时候，他们立即的埋怨摩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摩西是看得见的他是看得见的领导人，并且相当有可能当时候已经有很多人都很赞赏摩西，认为他很厉害，因为他领导他们过了平常很平安的这个度过了红海的危机。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，以色列人的信心起起落落，他们一下感恩，一下埋怨，他们还在学习。可是终究呢，整个犹太民族把摩西当成民族的英雄，唯一的律法的代表，有王者之尊的领导者。他们忘记了，在摩西的背后，就是他在讲的主先的上帝真正的拯救是来自耶和华上帝的救恩，上帝才是他们唯一的依靠。这是整个犹太教传统所忘记、所忽略的。摩西的伟大是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，他就如这最近牧师谈到的，基督徒需要像这个月光一样来反射上帝的光、上帝的日光。我们不能代替，也不能夺走上帝的光辉，而是要领导跟随我们的人亲近上帝，抓住那唯一的救恩跟依靠。那依靠上帝就可以使我们的玛拉，就是苦水，变为拿俄米，甜的。牧师在引用路德记了出埃及记15章26节的经文，他说：如果你们服从我，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，遵守我的命令，我就不用那惩罚埃及人的疾病来惩罚你们。我是医治你们的上主。这个恩典，这个救恩，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要赐下的救恩，让他成为大祭司，让成为我们跟上帝的中保桥梁，使我们得救。
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在苦难中唯一的依靠，摩西不是。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，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误解了上帝的计划以及摩西的地位。希伯来书说，摩西在上帝之家做忠心的仆人，为上帝在将来所要说的话作证。然而，基督以儿子的身份忠心治理上帝的家。如果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和勇气，我们就是上帝的一家人了。那好了，我思考问题的时间了哈。到底我们有什么东西是跨不过去的困难？在你我的所谓的马拉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要依靠谁来使我们的马拉可以变成为我们的拿俄米？我们要依靠摩西吗？还是我们要依靠那些非常有名的、很会讲道的、专门举行医治特会的牧师呢？或是我们要依靠的是在那背后真正可以依靠赐下救恩的耶稣基督呢？